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南市一对母仔囝撞过车路，后事外的车弄到妈妈重伤，3岁查某囡仔不幸过往，有民众伫车祸现场放7颗米仔悼念。国防部今年头一届开放女性后备军人参加教育调级，头一批有14个女性。国防部强调讲，训练的内容查甫查某拢同款。环保署公布新地护生果已经连续4档拢是透明的中立，加这是全台湾雨水上酸的所在。新闻开始来看，台南市一对母仔囝昨中昼行伫斑马线过车路，后事外的车弄到，妈妈重伤，3岁查某囡仔不幸过往。今仔早起有民众伫车祸现场放火甲7颗米仔，表示哀悼。查某囡仔爸爸是批评讲，政府接单修法，提悬赛车、骑车无让行人的处罚，因着输对着这款代志，实在是真离谱。一束一束的芳水百合，就放伫台南北区中义路甲成功路口。若是火，阁有囡仔7头米，全部拢是民众起来放的，就是要悼念因为车祸过身的3岁查某囡仔。对，早上差不多5点多有一个，7、8点也有。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其实蛮……看到那个新闻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蛮难过的，因为说真的，台南交通已经不是1天2天这样子了。因为全台湾事故率最高的就是在台南，死人最多人在台南。我希望这个政府可以好好的去把这种东西规划好，这样。车北中昼，台南市一对姓李的母仔行伫过路线顶悬，煞互倒外的车撞到，老母重伤。那3岁查某囡仔是不幸过身。过路人的安全问题阁引起讨论。查某囡仔的老爸车北暗头仔到台南市殡仪馆配合警方相验，伊批评政府才拄修法，针对车无让过路人的行为加重处分。即摆看起来实在是真口势。今日因照路的号伫咧行伫斑马线上。行到要落尾啊，搁有法度安尼甲弄落。前2阵仔，我感觉政府前2阵仔立这法，我今天听起来我感觉足讽刺的啦。执法面的部分的话，除了将持续强化为礼让行人之交通大执法外，工程面为改善行人通行环境，并于适当的一个路段来划设标线行人行道。交通局强调，未来针对交通教育、工程执法3个方面来拍拼。根据台南市交通大队的统计，这个路口今年1月到3月有4件死伤的事故，和去年同期6件比起来是减少2件2个人。查某囡仔老爸一透早都无用伫病院照顾某囝，也无详细的回应。按照肇事者依照过失致死罪上班。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再来看最近台铁个桃园机场小连续收到恐吓批，各地各种泡沫医药昨嘛收到恐吓批，批是写讲要用遥控来控制炸弹，甲故宫炸掉。也毋过台北故宫甲嘉义的故宫南院是全面清查，拢无发现炸弹，马经交予警方处理。故宫8月才例行性休馆，也毋过看到真侪警察看真不够4月伫咧巡逻，就连建筑物的通道也地毯式的所在。因为故宫收到不得的恐吓，讲要伫咧故宫的南北两院放5粒遥控炸弹。这也是我们故宫第一次在我们观众意见的信箱里面接获了恐吓信。它内容大概指的就是说，他在故宫的北院安置了3颗的遥控炸弹，在南院也安置了2个遥控炸弹。故宫是通报警方加国土安全办公室，并且启动紧急应变措施，全面安检，并且调监视器，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玻璃杯，这么交予刑事局侦办。配合那个警方呢，不论南院北院2个呢，都做全面性的安检，不论在院区里面或是建筑物内部，包括呢天花板任何的角落。甚至于连我们的金钱呢都出动了。顶个月桃园机场加代替，下龙办接到不得的恐吓批，要证实是无影。因为情形甲这边故宫的恐吓手法正同，警方无排除如果是进前已经离境，涉嫌几多件恐吓案的中国学生张海川所做的。
记者综合报道。资讯安全是国家安全正重要的关键。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台湾治安大会开幕，总统强调讲，政府会来建立治安国家队，打造达到咱国际信赖的治安系统甲产业链。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嘛出席治安大会，伊是强调讲，治安无国界。总统蔡英文甲开关接落去，2023年台湾治安大会正式开始。因为治安就是国安，治安力量发展愈来愈受到重视。蔡总统强调，会加速培育治安研发人才，建立国内外治安联防，建造国际信赖的治安国家队。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珍妮·纳波利塔诺也参加致辞，显示治安是无分国界。政府会跟产业、民间专家以及社群携手合作，建立台湾的治安国安队，打造让国际信赖的治安系统以及产业链。To focus on cyber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y within U.S. civilian networks. 治安也关系到防诈骗加打击诈骗。行政区打击诈骗追加13亿个预算，即马伫咧杀新世代打击诈骗行动纲领1.5版。不过，大家拢正注意的效果如何？有立委认为，若是无实际计划，打击诈骗恐惊会变做口号而已。尤其要甲51万个诈骗犯内面，起诉率只敢若2成，起诉率上悬的是车手有6成。不过，车手伫咧诈骗集团内面是上细只的，希望政府莫忽视严重伫咧背后的组织犯罪。研办车手固然非常的一个重要，但实质上对我们整个目前诈骗集团的这个首脑来说，根本就不痛不痒，还是要回来看我们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组织犯罪的一个部分。立委张其乐讲，伫最近借贷媒合平台 IMB 诈骗事件，呼吁金管会除了加强对 P2P 业务的监管甲稽查，也要强化支付监管，避免民众受到财产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对4月初一开始全民拢会当领到现金6000块，目前嘛已经有2100万人已经领了。今仔早起，行政院长陈建仁去邮局感谢同仁的辛苦。另外传出讲，所谓身份证的政策法庭，厂商要求爱赔偿10亿外，这笔钱可能爱全民来负担。行政院长嘛表示讲，宪法法定是要求行政院爱成立各自保护的专职机关，下来会甲各部会来讨论，提出如何的方案来保护各自，继续推动所谓身份证。上最高立亚四道社再去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台北建立邮局，为免邮局的同仁办理全民强险破坏现金、柜台领现金的业务。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自4月开始到即马，至少有2100万，也就是差不多9成的民众已经领过破坏现金6000。即入账、直接入账 ATM， 还有我们现在的邮局的临柜。昨天为止我们来到邮局这4个通路的领取的人有875万人，哇，这个占了现在已经领取全国的这个2109万人，1/4左右。谢谢你们善尽这个社会的责任落实了普惠金融的精神对行政院进前伫咧3月换发所谓身份证。所认为治安的争议无法度继续做，相关厂商向政府要求赔偿5.26亿，伫这礼拜要开始第5次的协调。若是协调破裂，总共要加10亿的费用，恐惊是全民负担。对此，陈建仁讲，中央银行甲相关的委外单位之间的法律争议的部分，已经由工程会伫咧处理中，并无发生10亿由全民负担的问题。由于境外的这个资讯的攻击日益的激烈，而且国人对于各自的保护呢也相关的重视。在宪法法庭呢已经规定，我们要来成立各自保护的专责机构。成立以后呢，再与各部会来研议更好的这一个方案。因也伫顶礼拜所通过打击诈骗行动纲领1.5版，计划要投入13亿打击诈骗，也毋过有基层的检察官批评是国家级的世纪诈骗案。陈建仁强调，政府有决心透过打击诈骗专职办公室，把这件代志做到上好，也希望大家做人来合作，加淡薄鼓励，较莫有无必要的批评。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好事多的领导吴，伫4月初查某伫边境的检验，就验出讲有 A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小数1个月后，今仔才伫网络公布这个信息。卫生福利部部长施世元是强调讲，当初验出这批产品有问题，就全部浪费掉了。未来大礼拜3会来开记者会说明，卖公布感染到 A 肝的病例。昨台北市卫生局有一个通报的个案初步检验讲是阳性，会搁来验第2届，上紧下晡会有结果。美食卖场好事多进口第2可可兰冷冻3种综合鱼，顶个月初10，就伫边境封检出 A 肝病毒回归，也毋过4月4刷拖1个月到今仔日才公布，恐惊互更加侪毋知影的民众食落肚，引起外界积极动作收慢。我认为是没有了哈，因为其实我们的警觉性很高，在边境发现之后，马上要进行后市场的这个调查。那大家也许会觉得稍微慢，那我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 A 肝的检查是比较复杂，其实实验室的工作是比较占掉比较多的时间。卫福部长施世元强调，是因为检验过程久，并无收慢。只是好事多毋过封检出 A 型肝炎病毒事件，由原也咧拖烧，各地拢有通报案件。其中台北市卫生局初步接到一个捌食过毋过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通报，这名个案捌伫3、4月食好事多的毋过封检出 A 肝弱阳性。检体送中央社食复检，目前这名个案甲带做伙的家人拢无急性病毒性 A 肝症状。曾经有食用这个大卖场购买的冷冻综合果莓，那同住的2位家人也都有食用，目前包括个案等3个人都没有症状。特别去注意环境卫生这个食物及饮水油煮熟煮沸，确保干净，以及有注意手部卫生的问题，其实其感染的风险并不是很高。医师建议，A 肝的传染方式是混口，做好环境卫生就会当避免传染。另外，关系日本进口草鱼，真侪摆封检出禁用农药残留违规。日本高流协会要求开放农药福尼安客反派了后，卫福部长施世元表示，国内外团体拢会当申请农药残留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强化后备战力，今年头一届开放女性后备军人自愿参加教育调级，头一梯14个女性昨报道，先进行5天的训练今仔早起是5公里的战术行军。国防部是强调讲，训练的内容无分查甫查某拢同款。国语公园伫桃园阵地准备，调员采取实兵实装，就着指示准备进行占领阵地，过程也爱挂防毒面具、防毒气攻击、甲炮击，尤其即摆调查甲过去无共，头一摆搭至女性后备军人。国军提升后备战力，开放头一批女性后备军人，自愿参加教调、采备报道，展开5天训练。头一梯14位女性调员，士官士兵阶级拢有，这届无分军种阶级甲船长，确保真正实。第2天就演练5公里的战术行军，机动到战术位置。国防部表示，训练内容无分男女，拢是统一受训。女性调员强调，这款的训练强度才会小，中方军中都是为着保家卫国。今天会回来教招，是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房仲业务，那有看到很多的家庭就是一个一个单身，那有家才有国，所以今天就来保家卫国。女性招员，我们课程都是跟男生标准是一样的，我们都有编组各种师资，我们协助针对动作要领实施修正。为着保护女性调员安全运输，除了有现役女性干部协助生活管理，大数区有警戒系统进行监控，入口处也有安全岛人员确保大数安全。训练有排的比较跟以前比起来更满了，对，就是能在这5天之内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国防部表示，今年头一摆举办女性教调，会伫第2、3季继续验证，若成效好，上紧明年开放14天新制教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要拼今年底和大巨蛋完工营运，今仔早起有10外台北市议员去大巨蛋考察，无论是针对人工的草坡啊，佮有以外设施佮有争议。阮向是表示讲，会等下球队实际来遮试拍，才佮来做调整。工人伫咧大巨蛋场内一直赶工，
一般3000多平方公尺的人工草坡已经铺好啊，有7公分高。台北市政府要拼伫今年底和大巨蛋完工营运，内华乡也个座位区、应援区拢差不多啊。陈桂宇议员再去考察。我们大重点是在于人工草皮，然后座椅颜色的部分，以及我们最重要就是未来如果有发生灾难的时候避难逃生的路线。草皮的防护，让我们的球员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在比赛的时候不会受伤，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所以我们特别是关心这个人工草皮，还有它上面铺的这个沙的细致度。除了确定道线的路线敢有顺，大巨蛋内面的浅色的椅啊，是不是影响球员持球，或者是造成反光的问题？万向集团回应讲，因为即马外接的临时电加电火，落互整体看起来效果无啥共款，所以等球队实际拍刷了，再过来做调整。看到的灯光都还是所谓的临时电，那色温也都不一样，所以会请这个球队来打完，那确认灯光打下来，色温 OK 的情况之下，看在比赛状况中会不会影响，我们再做调整。大巨蛋采取分区启动营运，第一期已经伫今年4月18完工，目前正伫咧勘验改善，按算112年7月摕到使用执照。针对部分议员质疑大巨蛋的体育活动可能比演唱会或者是其他表演较少，这次体育局回应，大巨蛋的体育活动比例将会对第2年到第4年的57%，增加到第5年开始的65%。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内政部长林佑昌早起去南投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来了解国家公园的营运状况。针对要成立国家公园署，林佑昌是表示讲，国家公园署成立了后，导法员会当来遵守执行，人员甲预算嘛会固定来编列，才好做代志。内政部长林佑昌来到电视厅，详细了解玉山国家公园的生态，嘛来甲国家公园第一线的人员加油鼓励。讲到内政部要成立的国家公园署，林佑昌表示，立法院4月底已经通过初审，内政部组织法修正草案，即马是正在进行调研协商。未来中央伫咧法院上都会当提供愈侪资源，而且嘛会当愈专心伫咧执行的部分。在中央的部分会有一个国家公园署来处理所有相关国家公园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在这个9大的一个管处呢，我们可以更专注于相关的一个执行面业务的一个推动。那当然在包括这个人员还有预算上面也会更加的一个充实。连贯自从防疫解禁了后，侪人拢走去爬山，不过有民众认为入山前申请的速度上慢，还一寡成功爬上玉山山头的人要申请纪念证明去拖慢着。有关处表示，入山前的申请也是要根据环境承载量和山屋的限制人数去做整体的考虑。人数的这个太多了比如说像我们玉山的一个这个是116个名额那可是每天抽签大概3000多个。这个部分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对登山的一个管理啦，还有承载量的一个限缩这部分这个目前的状况。有关处表示，目前的爬山路线以玉山主峰是上热门，除了以降低环境影响的原则去加强管理，嘛建议山友会当选其他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环保署上新的生活监测，雨水上升的前5名拢伫北部。新竹今年是以 pH 5.29，酸果已经连续4档拢是头名的中立，这做是全台湾雨水上升的所在。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大气系进行全国生活监测加成分分析调查，收集2001年规年14座生活测站资料，有效样本数1039件，雨水上升的前5名拢伫北部，其中以中立甲新竹测站较悬。会担心酸雨问题吗？会，主要就是酸雨如果影响环境的话，也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然后会怕有一些疾病上面的问题。酸雨还好啦，因为你又不会在外面淋雨啊，所以我觉得还好除非你在上面有淋到雨啊。根据环保署上新出来的生活监测，新竹 pH 值5.29，前落连4年榜首的中立，加做全台落雨上升的地区，也毋过其实全台去年14座生活测站雨水 pH 值平均5.75，比生活定期 pH 5.0较悬，拢已经脱离生活区。过去30年来，我们的 pH 值从可以小于4.5，一路呢爬升到现在呢
都已经超过5.0以上。大厂锅炉的改善，氮氧化物也因此减少了排放超过6000公吨，然后硫氧化物这些质酸根离子的部分也减少了3000公吨。学者表示，这几年来，硫氧化物多数控制，纯氮氧化物，像工厂排放源甲移动车辆，尤其移动车辆管制是形成都会区生活的主要来源。汤圆针对空污管制策略，除了协谈大厂自主大削减污染物排放，也针对高污染暂时事业专时监控，推动全国头一座机场医疗院所空气品质维护区。另外，积极推动6都上便利电动机车友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第20届的世界警消运动会7月底会伫加拿大举行，警政署去年底就一定公开竞选，也毋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今仔是开记者会，因质疑讲消防署伫今年5月再用书面遴选影响到选手的训练，部分选手爱个自费参加。消防署是回应表示讲，后一届因得来比较警政署提早遴选。消防人员为国争光。消防人员喊口号，希望消防署会当听到基层消防员的心声，因为伫个去年世界警消运动会参赛的消防员，拢总摕到13金、7银、5铜的好成绩，受到总统蔡英文接见。不止个消促会伫个初9立委陪同下举行记者会，咧批评若是甲警政署早伫个去年年底就部分项目公开甄选，消防署却拖到今年5月才书面遴选，这个过程伤晚，严重影响到选手训练。消防署所有项目都采用书面审查会议而已。我们消防员协会也提出和消防体系相关的项目建立，还有超级消防员应该要采用民主、公开甄选的方式来办理。公假这件事情，竟然是各县市不一啦，非常令大家觉得难以接受了。竟然代表台湾去参加比赛，然后还没办法请公假。立委甲协会要求消防署会当提早办理，通互选手会当安排6个月至8个月训练时程，而且既然是为国打拼，就无应该有公费甲自费、公假甲暑假的参赛差别。公假的部分，这个部分仍需要考量所属机关的勤修的这个制度跟人力的配置，代表我国公假出国参赛都会给予相当程度的这个行政奖励。对这件代志，消防署回应讲，消防署公务出国的预算确实是有限，而且参赛选手的公假争议，也是考虑到所属机关人力的分配。不过个消防署强调讲，后届赛事会配合警政署办理的时间，提早遴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针对疫情后的观光，定出讲今年600万的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有台湾的企业就办员工旅游，招泰国南厂的上千个员工来台湾佚佗，因直接飞到台中甲对高雄飞转去越南，欣赏中南部的风景，嘛来体验台湾的食食甲文化。在疫情后，国际旅客回流，像这间有名的豆奶店外口，一早起观光客就排甲路长。看排队人内面，除了西方游客以外，主要是韩国加香港的较多。面对着政府话讲，今年要达到600万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就越南的大商响应政府，要伫下半年办员工旅游，1000位员工会分做2梯次来台湾旅游。应该是说从中部进去，南部出来，所以变成说基本上讲，南部的话，大部分还是以农业农产品还有这个景点的部分观光局就讲，新南向旅客是今年的重点人客。在过去，日本人客是来台湾旅客内面上多，不过疫情了，因为日本政府家己伫咧撒国内旅游补助，所以即马日本人客回流的速度较慢。观光局希望新南向旅客会当补日本人客变少的这个部分。因为日本游客他实际上是比较保守一点特别是在旅行业的操作上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个日本不足的部分，我们就会由新南向把它补上来。新南向18国，那如果说我们以一些新兴的客源地来讲的话，越南呢平均一天大概是150元美金，那印尼平均大概是133美金。然后泰国大概是180元美金。旅游业者认为，新南向国家的旅客因为个别无同，差异较大，就会制定差别化的行销策略。另外，过去新南向旅客来台湾，拢集中伫咧湘北的都会区，对其他地区的观光效益无大，
所以建议发展更加完善的交通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囡仔逐当拢爱做体适能的测验哦，也毋过伫高中哦，只有一种测验，就是查某学生走800公尺，查甫学生是走1600公尺。外界就质疑讲，这款安排哦，可能会造成性别刻板的影响。体育署嘛表示讲，明年的8月份开始，因会来做调整。下课时间，民族实中体育班学生当咧训练走运动亭，对因来讲走起来也算真辛苦。不过，当年考一届走1600，这又搁是另外一回事。国一的时候很累，然后国二的时候更累，然后国三的时候就还好。我是觉得就是体力上还可以再加强。走运动亭，查甫爱走1600，有的是走到强要铁腿，嘛可能造成运动伤害。而且查甫会干那走800，高中老师就讲，难免有查甫学生会来问，为什么查甫咧走就差2倍？它应该是要以体能为主，那男女的性别的部分，应该是在跑步的部分，应该是不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异。体育老师也强调，那照专业来讲，测验的目的是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程度。不过，照目前的测验，拢无法度达成这个目标。对体育署规划要用减速耐力来回走来做测验的项目，是乐见其成。用这个渐进式的折返跑，因为它趟跟趟之间都会有一些休息的组数，然后我们也会测它的安静心跳率，所以在这个不同的测验形式底下，在安全的这一块是会比较提升的。体育署表示，因对2020年就开始咧收集资料，打拍摄2024年8月初开始，要用来回走来测验心肺耐力。另外，筋膜力甲筋耐力，嘛要改较安全的梯倒钢板来取代目前的梯倒链腰坐起来姿势。同款是按明年的8月初1开始施行。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新闻来看，去年耶诞节假期，因为暴风雪，美国有上班的航班取消，有真侪旅客拢伫机场待暝等回轮机。美国总统拜登昨日宣布讲，会要求全美国的航空公司爱加强消费者的保护，爱负担航班延迟还是取消的补偿。大世界机场砍掉着，致使航班被迫取消。去年耶诞节一场暴风雪，全美国有上万的航班取消，真侪旅客假期乌有去被迫留伫机场。不如果照现行的法规，航空公司干那爱退费予旅客。美国总统拜登伫七8宣布讲，将来要要求全美航空公司强化消费者保护。Later this year, my administration will propose a historic new rule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not voluntary, but mandatory, for all U.S. airlines to compensate you with meals, hotels, taxis, ride shares, and rebooking fees, and cash, miles, and/or travel vouchers. 拜登讲，这对有钱人来讲影响无大，不过这项改变会让中产阶级甲劳工工厂受益。过来就是美国国商日的长假和暑假旅游的旺季，拜登政府望会当予航班延迟的旅客提供进一步的保障。In fact, a year ago, almost no major airline guaranteed any compensation beyond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if they caused the delay. The delay was their fault. 现主是有9间航空公司负担大的费用，10间负担食的费用。另外，阁有10间提供免费签解机票，只是新冠疫情已经豆豆送人，产业景气有较回转来，技术需求量大增。不过，培训新人要是爱照起工来做。To recover, you had a lot of things that contributed to this global pilot shortage, and it takes time to make a great pilot. So we have to be patient. The flying public has to be patient. 飞行员培训的开销无通少，成做一个门槛，而且通膨也阁有油价愈来愈悬，强制补偿的措施会来加添航空公司的成本，互后疫情时代的机票会愈来愈悬。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今仔是罗西亚的胜利日度，因伫红场举行阅兵典礼，纪念伫第2届世界大战战赢纳粹德国。另外，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最近几个月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至少5个人受伤。乌克兰是表示讲，所有的无人机拢互拍落来了。俄罗斯伫咧5月初9庆祝胜利日的前一天，对乌克兰发动这几个月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也是俄国10天来重新发动空袭的上新行动。基辅这栋大楼被炸出一个大坑。У мене дитина спала там, в тій кімнаті.
俄罗斯出动60台伊朗制造的新航无人机，其中36台对准基辅，拢被拍落。 Right now we're in an apartment, one of the buildings. Today was one of the massive attack to our hometown. 乌克兰讲，俄军正伫咧向乌东的巴赫姆特展开最后的推进，应该是希望伫咧胜利的进程，甲这摕来，当作总统普京伫东非攻势唯一的战利品。自战争以来，巴赫姆特的战况拢正激烈。 Та перемоги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у Другій світовій війні і переможуть рашизм. Це буде День Європи. 泽伦斯基安尼做，也显示乌克兰甲莫斯科之间的界线是愈画愈清。胜利日是为了要纪念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是俄罗斯人正重要的节日。活动拢伫咧5月初9举行，因过俄罗斯境内真侪所在，竟变做攻击目标，拢取消相关活动。 Его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когда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родные, близкие, для которых этот день будет и останется святым. 过去拢是前苏联的俄罗斯甲乌克兰，本来拢同款伫5月初9庆祝胜利日。俄罗斯讲，虽然泽伦斯基要甲胜利日改做5月初8，不过伊相信乌克兰的人民也是伫咧5月初9庆祝。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再来看加拿大西部真侪所在的火烧哦，伫亚伯达省都有108个所在火阁还未拍花。当局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嘛已经撤离将近3万个人，加赛目前哦是无人受伤。另外，伫南半球的澳洲，今年的寒人提早，东南部嘛早1个月落雪。气象局嘛警告讲，畜牧业都要特别注意动物，互因的环境较少热热。 对这看去，远的所在规片拢是烟。加拿大西南部的野火炭烧，亚伯达省的官员讲，境内有108个火场伫咧烧，因为真侪火场的火无法度控制，顶礼拜六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继续要求更较侪居民赶紧撤离。More than 29,000 individuals have been evacuated from their homes to safe locations, while other communities are on evacuation alert. And residents in those communities should be prepared to evacuate on short notice. 亚伯达省是世界上上大的产油区之一。今年春季天气热搁大燥，只要小可火势就引导野火。这么炭烧的面积已经超过37万5千公顷，有一寡地区的财产损失是无法度评估。另外，伫俄罗斯的欧拉山一个西伯利亚正大片的地区，最近也遭受野火侵袭。 一直到初7，敢若是伫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超过54000公顷的森林大火，4800位消防员甲6000位职工伫咧拍火。当局讲，至少已经有4个人死亡，几落百间厝被烧掉。另外，南半球的澳洲今年冬天提早来，东南部伫咧落5月雪，比过去提前1个月。澳洲气象局的资料，5月第1礼拜六方面来温度降，比5月平均温度加正冷。毋但山区落雪，首都堪培拉市区吹背温度降到0度，就算是较北边的雪梨附近，有一寡所在也开始落雪。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this thick because it sort of started early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it just kept going. And by the time we got up, it's like everything is just covered in snow. 伫咧雪梨西边120公里外一个雪镇奥伯伦，强烈的冷空气，或者规个变做云白世界。气象局警告讲，伫东南部关山地区的畜牧业，就要注意动物有可能温度低而死亡。这部方面估计影响到初10。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来看今年的普利兹奖，才涨伫美国纽约颁奖哦，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跟真侪间媒体哦，拢是因为俄俄战争的报道得奖。2022年3月初5，乌克兰急救人员甲警察，甲一位32岁受伤有身的军人，对互俄军空袭摧毁的妇幼院内面，用大架啊撤离。美联社摄影记者伫咧拢是庆之康甲战火情形下，翕到生命的沦陷甲抢救的时刻。2022年3月初5，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区，百姓拢跪伫咧被摧毁的伊尔平桥下骹，想要过河逃离战火。2022年2月25，伫咧基辅，有一位女子索洛伊科娃徛伫咧互飞弹摧毁的公寓头前头。2022年3月11日，俄军轰炸马利坡，一栋公寓被炸毁的时阵庆祝大会。这款相片拢得到普利兹独发新闻摄影奖。
Our AP journalists who were in Mariupol were really essential to the world start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uman toll of this war was in its early days. They also provided a counterweight to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and their reporting ultimately wa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open up humanitarian corridors out of Mariupol. It's just a true public service. 2023年普利兹奖最被伫咧美国纽约公布，真侪媒体因为俄战争的题材提奖，其中《纽约时报》侵入当地，坚定无国危险事实的报道，其中包括对布查店大屠杀进行8个月调查报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咯，咱来看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伊进前赛车经过新北市的邦桥发生车祸，伊指控警察讲，毋但无做周测，嘛无做笔录，嘛无开交通事故的3连单，应该是有明代关系，警察才按咯。也毋过海山分局是表示讲，这个张先生赛车伫路面劈来劈去，又搁向打洞啊，这是一件行车纠纷，牵涉到刑法罪，所以袂当以交通事故来处理。黑色桥啊，拍方向灯切内线起后，后壁驾驶骑喇叭，甲人斜线搁继续驶，到路口时阵向动起来，致使后壁的车甲弄起来。黑色桥啊的驾驶张先生伊随来报案，伊指控讲，警方爱因私底下和解，亲像有涉案的嫌疑。我是变换车道。被这辆车撞的，我不是停下来被他撞的，我只是很单纯，我只是要事故单，就是有理险，就是保险理赔这样子而已。代志发生伫新北市邦桥冠民大道顶悬，细节咧真正力，水箱嘛破去。张先生咧讲，警方毋但无周测、无笔录，嘛无开事故的3连单，甚至搁去互对方恐吓，想要提告嘛无要插，怀疑讲这甲这个有关系。伫咧查封玻璃头前有议员服务处的相关证件，虽然议员无伫咧车内，不过张先生要伊讲有民代来施压，才互警方唔敢办。属故意行为之行车纠纷，与内政部警政署函释定义交通事故必须出于过失之要件不符，原认定涉及刑法公共危险罪责，不能以交通事故处理了事。警方回应讲，专案双方无酒味嘛无红面。依法唔免酒测，张先生以超工抓刑，向动车致死事故，双方这算是行车纠纷，牵涉到刑法公共危险罪，袂当干那用交通事故来处理。不过赛后几下便请伊到案来说明，伊拢无出面。代志发生的时阵，甚至还阁亲像找人来点样，就算讲张先生背回讲，这是伊找家属来关心，却颠倒互人告恐吓。也若这个提告的代志，警方是讲到目前为止也无接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消防局南澳分队的性骚扰案，这防性骚扰员工因为要请假防刁难，民进党的宜兰县议会党团最近又搁质疑讲，宜兰县的消防局拢无依照性平法来处理，要求消防局长就爱回室内落台，重新来调查。也毋过消防局是强调讲，因拢有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来处理。大社化中期调查，害受害者公道顶卡服，针对宜兰县消防局南澳分队性骚案请假前期，民进党宜兰县党会党团主席、内政部消防署已经函文转达消防单位，表示消防员伫备勤时间受到性骚扰，属于性别工作平等法范围。宜兰消防局各单拢无作为，影响消防员执掌工作权益，要求消防局长回室内落台，中期调查。我在这边奉劝消防局局长啦，你该下台了啦！你拢伫讲比差。以后所有的职场上的同仁遇到类似这样的案件，都全部被这个法令给曲解掉。那以后我们如何来保障所有职场上工作的职场上的这些同仁的权益？这件性骚扰案发生伫备勤时间，涉骗女队员指控伫事发了后请工伤假上级说不准，甚至捌当假讲是因为遇到问题欠班得一控之轮。那消防局方指控自头到尾拢是需要性骚扰防治法处理此案，无认定备勤小上班时间。消防局函文了后，消防局长再加讲，专案一直拢有使用性别工作平等法处理。从头到尾这个案子，我们就用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这个部分是依照性别工作平等法
来报请主管机关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置。宜兰县副县长林茂祥讲，消防局伫事发第一时间已经成立申诉小组调查，向会人也调离现场，调查报告已经送县政府，佮以识别家族平等法报请主管机关做后续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东部最近这2个月有几件台湾乌蠅落去限制，卡着伤严重，爱记掉才袂感染的事件。农委会去年9月通过，讲通报乌蠅着伤有奖金，望个会当进一步来保护台湾乌蠅。顶个月伫台东县发生的案件，通报的民众都有机会使领到2000块到1万块的奖金，这嘛是咱国内的头一个。台东县海端乡隐滨部落的族人，顶个月伫咧隐滨林道发现一只受伤的台湾乌蠅，赶紧通报林务局台东林管处，随会同兽医急救员验过这只乌蠅正凭前脚护索缩掉的，发现正严重，只好把脚切掉，保掉伊的性命。这么伫咧野湾野生动物园受到正好的照顾，评估被野放。要野放的话，我们会请专家学者来做一个评估。那在野放之前，我们也会训练它攀爬的能力。台东林管处讲，伫台东县这几年拢发现台湾乌蠅和缩甲限制缩掉的，尾就爱甲脚锯掉的情形。去年9月，农委会为了要保护台湾乌蠅，特别伫生态服务给付项目内面，增加台湾乌蠅生态服务给付示范计划，奖励发现乌蠅受伤通报的个人或者是团体。不小心误捕误伤。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只要你不是刻意的，那就立即通报我们，那也来协助救援。那在这个部分，就不用担心会被救者。台东林管处讲，隐滨部落的族人这边发现受伤的台湾乌蠅，紧急救援，是全国第一件符合这项计划奖励个人，会当发2000到1万的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婚姻的蒜头产量减少，所以绩效袂歹。最近虎尾分局接到有民众报案，讲因蹲伫厝内的蒜头着贼偷，互偷摕大约250公斤咯。警方抓到一个生出来的查甫人，也毋过伊讲，已经用半价的绩效，甲蒜头拢卖掉咯。卡控着石果，开条后倒摆来到虎尾这厝的蒜头仓库，先观察地形。各位同学爬入去偷摕蒜头。这名23岁错是犯嫌，虽然行动不便，但爬入去蒜头仓库后，慢慢将一包一包的蒜头撇入桶外，总共偷摕蒜头250斤。4、5月份是我们辖区那个蒜头的产季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视这个蒜头的维护。那日前接获民众报案就是说他工厂的那个蒜头遭窃，那数量也蛮多的，就是有250斤受到气候影响，今年1年的蒜头减产。后目前蒜头维持袂歹绩效，但3月份北港贸易间组成偷摕蒜头集团，偷摕将近3吨的蒜头被掠到。这次错事犯嫌偷摕后，佫以价市价无到一半的绩效来转卖。那我们追查他蒜头销赃的来源，他把偷窃当天以后，就把那个蒜头卖给那个辖区的店家去做花用。警方表示，近期陆续接到零星蒜头失窃案件，大部分拢是民众将蒜头抛在家己的厝门口，抓被偷客。嘛，呼吁民众尽量管理好财务安全，以降低被偷的状况，专卖一切得罪。以上5年地检署来侦办，记者为你报道。高雄红山果菜市场入口有一排10外丛，大约拢是30担的树仔，因为常常有民众伫树边小便，将这排树仔就拢撤掉了，护树团体是真不满。果菜市场表示讲，是因为最近市政府来检查环境，发现有真侪炭白网有环境卫生的问题，所以树仔才甲伊撤掉。为树边原地种稻青仔的所在，即马敢若剩土甲一寡树茎。高雄红山果菜市场入口内底，几排10外丛年岁大约30年的老青仔，因为我伫市场边仔建物，加上有民众会伫树骹旋流，影响卫生，5月初被互人全部撤掉。隔壁其实没有建筑，都是一些铁皮或者是一些比较是临时性的然后这个围墙也非常的矮，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疑虑，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清楚说这到底是为什么会构成要砍树的原因？护树团体认为现况无撤掉的必要，附近当啊挂路青仔互人撤掉，要树通杂日头，害人着爱戆戆啊伫遐晒日。
去年在砍的时候就觉得很晒了。5月初到透早，市场内买菜的民众社会等人来客去。市场解说是因为市府做环境客载的时阵，发现会传染病毒的蚊仔，才决定要撤除。那个垃圾在那边产生后面的滋生的问题，然后树叶下来的时候落到他们那个塑胶篮的时候，你经过下雨也好，然后有潮湿的地方也，它就产生病媒蚊。市场主任表示，因为市场随时有人出入社会，较恶管理环境，只好把青仔撤掉改建。呼吁团体呼吁政府机关加强监督，以卖伤害厝仔的方式改善环境，这是甲生态共存上好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华人玉里种真侪米哦，农民拢会用无共的色水的米来伫产林画图来推销观光。台铁今年嘛甲农民合作，用米画出台铁的 logo。最近哦，就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咱做伙来看卖。为着要互铁路迷伫咧火车时阵会当顺续来推销台铁的意向，花莲火车头甲玉里农民合作，伫咧曲城桥附近来采画雕塑，特别是火车经过时阵，游客拢会来翕相。蛮有特色的，玉里这边其实有一个蛮著名的铁桥。对，那这边的那个稻田也蛮漂亮的。稻田采画这几年来，伫花莲南区正时行，包含乌形、大卡、台湾样式的 logo 拢有来出现过。农民利用无共色水的稻米，搁再配合电脑画图了后，来甲规划种植。这种品种的话，它要以我们太阳光合作用，它才会变颜色。越复杂的话，以人工插植的工作时间就越长。台铁表示，目前采画稻田有0.5公顷，伫今年开春了后，就开始种植，成功打造地方特色。稻米办批要伫6月就会来收割。玉里的客城桥呢，一直是民众呢拍照、拍火车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点这个很大的一个回响他们都到那边去拍这个火车经过的一个画面。台铁表示，讲想要去欣赏的游客会当对玉里火车头出发，经玉里自转车道5分钟就会到位。呼吁大家伫咧桥顶翕相的时阵，嘛爱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名治疗师受罚联名早起甲跨党派立委开记者会，因呼吁讲，立法院这会期爱互这名治疗师法的修法赶紧通过，互治疗师会当合法伫社区还是公司内底来进行，目的毋是治病的治疗服务。全民健康，跨步国华。为着守护全民健康，这名治疗师受法联名初9早起，甲调野跨党派立委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立法院本会期会当顺利通过这名治疗师修法，互这名治疗师会当无需要医生的防护，也是诊断，直接进行，毋是以疾病治疗为目的的治疗服务。职能治疗师会依照当下的情境，依照现场可用的一些器材，就地取材，然后设计出适合个案当下可以执行的一些活动。修法联名表示，这名治疗师法已经20多年无修法，随着民众对疾病预防愈来愈重视，这名治疗师若想要行伫社区，还是公司行号，对民众提供健康促进、预防老化、职业伤害等直接服务，所界伫即卖法规定受到限制，所以提出修法。长达20几年没有修法的职能治疗师法，只有透过函释来做说明，其实是非常的不足，还有其他方面也显然无法满足于实务的现况和需求。医界也不是100%都是反对但是怎么样如何找到双方之间可以共同来为我们的人民来服务。给他们更多照顾，这样的一个目标，大家是一致的。修法联盟强调，目前已经有4万多人，甲225个团体联署修法，希望会当将这种健康照护网更加紧密。无论是伫精神卫生还是长照领域，拢会当降低疾病护龄，减轻健保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台中甲屏东拢有阿姨仔妈妈好大人挡袂牢动手虐待的新闻，是真恶质哦。这大人嘛受到法律的制裁。针对请养囡仔拄到困难，是要安怎来处理？咱们来听专家的建议。影片当中，5个月大红婴仔妈妈好，老爸骗袂掂，
挡袂牢洗肾地，对细汉囝肾水配肾几落个。另外，屏东嘛传出有爸的年母，因为8个月大红婴仔一直哭，感觉足烦的，情绪失控，甲红婴仔摔伫涂骹，害囡仔脑部受伤，互检方起诉。对男婴哭泣会感到这个烦躁情绪失控，依照儿少条例应该加重1/2那于日前提起公诉。到底囡仔咧哭时，大人会当安怎做，才袂情绪失控？有专家是安尼建议的。阮建议就是讲，伊家己先深呼吸这样子，伊若是家己的情绪较稳定的时阵，伊去处理囡仔的苦恼，伊才有法度安尼。捌伫这个托育中心做讲师的周开华表示，大人爱先冷静，才有法度理性来面对囡仔哭。囡仔为什么会哭？会当先观察，再来判断，再做出回应。用这3步来处理，嘛会当安打囡仔，温温啊摇，也是甲因讲话，互因安心。另外，嘛会当利用社区的社会资源，参加育儿活动，学安怎带囝。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但其实所有透过像这样子的交流过程中，其实让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原来我不孤单。育儿站即天拄啊好就有爸母交流课，嘛拄好就咧甲因讨论安怎处理大人的情绪。老师建议家长，囡仔咧烦的时，会当带囡仔来看绘本、耍游戏，转移囡仔的注意力。爸母爱有好的情绪，才会当提供囡仔有好的成长环境。记者台湾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农民拢看天公伯爱食饭，风台、大雨、可花拢会有影响哦。为了减少农业的损失，农委会争取特别预算3档会投入2亿外，甲气象局合作，全台湾搁再要加设100多个农业气象站，望讲协助农民来应应极端气候的影响，嘛减少农业保险理赔的争议。农民靠天食饭，上惊拄着风台，但是最近这2年风台影响较细，颠倒是中南部可旱，有当时佫会形成上大雨，正做农损的主要原因。为着要互农民会当愈精准去掌握天气的资讯，农委会和气象局合作，打算未来3年要开新台票2亿1500万，来起100多个农业气象站为农民服务。未来的农业保险，其实我们更精准的，特别是希望说开发一些所谓的指数型的保单，说当你的不管是温度、雨量达到某一个上限的时候，就启动这样一个理赔，那也减少了很多现刊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目前国内的气象观测站大部分拢是伫咧人口较稠的所在，但是农业气象站却干那176个尔，会使讲是非常无够。最近这几年天气愈来愈恶降压，所以农业损失若要请保险理赔，嘛常常引起争议。原因就是气象观测站离山区上过远，所以未来要新起的农业气象站会增加农损热区的监测密度。地形的影响就影响到很多微气候或者微气象，那这个差距。尤其是在海边，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明显。如果将来这个保险推动的好的话，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分析气象灾害的损失的额度在哪里。气象局表示，台湾虽然无讲介大，不过地形非常复杂，加上极端气候是大大冲击咱的农业生产。精准的气象资讯会当帮助农民防范天灾，嘛希望会当进一步减少农业的理赔争议。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今年已经92岁，黄俊雄是台湾布袋戏的人间国宝。1970年代，伊甲布袋戏搬上电视是造成真大的轰动。伊是婚姻的好买人，婚姻关政府嘛甲伊一生去做纪录片，今仔伫台北发表，做回来看卖。劝君当初爱何乡，爱何万派水了亡。布袋戏大师黄俊雄，互人号做是人间国宝。伊今年嘛摕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从听真是我在地，何必拢阮乡挑战？为你是变我梦，演呀！婚姻关政府特别规划这出纪录片《布袋戏人间国宝黄俊雄》，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后生甲查某囝同齐完成的。曾经被评价为不入流的作品，对。但是50年后的今天，不分阶层、不分领域的台湾人，
都知道常进人这个代名词。我感觉布袋戏文化艺术，甚至各种的艺术，伫个每一个年代无共款的设计，拢有无共款的挑战。黄俊雄为14岁开始，就对因老爸通天教主黄海台学布袋戏。1970年代，全台拢咧小布袋戏，分九代女业史验文指出，更加是电视布袋戏的高峰，成做全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因为黄俊雄是婚林人，这出纪录片《婚林官府》筹备真久。我想大家对布袋戏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云林县就是布袋戏的故乡，那最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也就是布袋戏。这出纪录片为2021就开始准备，今仔日举行特映放送，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囡仔来负责，用主类角度记录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精彩的人生，看林港国宝对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的付出和坚持。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